咁其實我自己做 sales 啦，對客有咩巧妙，可能大家都知道，但係冇用到嘅就係、三個字啦，速度、溫度、態度啦。咁速度就係你對客嘅 response time 要快啦，即係唔好拖所有嘢啦。態度啦，你快得嚟要準啦，唔好 hea 做啦，唔好做錯啦。溫度就係、你係咪同個口熟？簽完張單就唔再聯絡佢，定係 keep 住有聯絡佢咧？咁對於我個人而言啦，自己會 set 目標俾自己啦。以往嘅我就係、覺得要做第一，就會好堅持去做。你有呢個動力就會做得到。咁另外你自己有塊餅有啲客啦，但係你千祈唔好淨係做自己嘅客。其實你好似一個井底之蛙，其實你走出呢個井，出邊一片藍海，其實出邊有好多客等住你做。如果你淨係做自己嘅客，冇睇到出邊嘅嘢咧，你會做少好多生意。咁點解我呢幾年係叫做成功啦？連續入咗嚟5年，連續4年攞，係因為我都一直秉承住呢個精神。最後要多謝我啲同事啦，因為你哋自己都有呢個態度、速度、溫度，我哋就係需要呢啲人去 support，先可以出到去做呢啲生意。其實佢工作上忙完之後咧，翻到嚟家務上咧，我都幾搶嘅，咁所以都唯有我自己都學下多啲包容，少啲去抱怨咯。咁我相信喺嚟緊1年都應該會喺壓力下要慢慢去努力。咁頭先嚟到嘅時候，其實都聽到大家對佢嘅支持啦，亦都對佢嘅工作，其實我都聽到唔少嘅肯定。喺未來1年喺壓力下啦，大家一齊合作下啦，間唔中輕鬆下，應該都冇問題嘅，係啦，咁就繼續加油啦！